我是为着你好呢。好，好啦，你若唔照就刣啦，我家己来想办法啦。啊，这玉兰花是谁的哈？我的啦。你的？呀！千块嘞！赏金1000块。哎，你呐，卖我，走了。孟爷啊，你真好大胆呢！点回只挂歹囝，去完夜包，啊你即马搁敢来？你找死啊你啊！我今仔日唔是要来跋筊的，我今仔是要来找办法讲生理的呢。讲生理，就是啊！这是有啥物好笑的？无啊，你连查某囝拢卖啊，你搁有啥物好卖啊？这啦，你这甲我提起互办法啊！你甲伊讲吼，这玉兰花一罐要卖300块，看伊要买啊买。300块。无你是笑的啊！一罐花你要卖300块？是啊，我看吼，你若是赶紧去甲万富啊问看卖咧啦。若是搁互我到这等伤久吼，小等下是会起来甲400哦。400。好啦，再行啦。这罐玉兰花由伊对摕来。咱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什么人？好啦，老实甲你讲啦，我已经注意真久啊，一定是迷糊的无毋对。老查某，你甲我听清楚哦！你若是甲我骗，你的下场会像这共款咯。林明，去通知处长，去抓迷糊的。是。哎呦，大人啊，歹势，要买高丁啊！你做看，买一个吼，送一个啦。处长，就是这颗牛仔囝。嗯。来人了！廖天丁抓起来！廖天丁，等，人啊，兄弟唬唔对的无啦？我唔是廖天丁啦，唔是啦。大人，你认唔着人啊？伊唔是廖天丁啦。是啦，啊，我听人讲廖天丁哦，生做人缘投功夫搁好，我生做咧落水啊，哪是廖天丁？免大咧地区啦。听伊讲哦，这个廖天丁哦，上后的吼，就是改造啦、易容啦。我看你的真面目是啥物？你创啥啊？秀才，你是有认唔着人无？无唔对，伊就是玉兰花。甲人抓起！拍开咯！刚才恁爸做对，你安怎死的你都唔知哦。你拍唔着人啊！你唔是廖天丁啊！像啊！干嘛死？叔叔警长，你若抓着廖天丁哦，等去这声你就出名啦。等下，拍死人啊！拍死人啊！秀才，你是对啊唔对？我听人讲，廖天丁会飞檐走壁，飞天撞地，根本就抓袂着。我看这个人遐尼惊死，阁无功夫，哪有可能是玉兰花廖天丁啦？伊是咧定生的啦。有去啊！你上家己啊你来。
回啊？王医生，王医生，我你害死。我甲你买玉兰花，这两个啊，甲我当作是聊天钉呢。啊？你这个玉兰花拢当作聊天钉啊？吼！啊，我迄规条街拢甲迄玉兰花按着，规条街拢是聊天钉啊！啊，你甲我讲看，你拢是生意的事哈？你首长，这到底是安怎？这，伊就是一个朋友，欠钱欠甲掠过，这刚来甲我骗。安尼讲，是你忽略唔对。すみません。呀，这是生意啊！喂，啊你怎拍卖人做你走？哈？喂，你的名可当也算袂歹啦，莫甲因计较啦。啊，你要紧未？我来请一个老师甲你看看好无？免啦，我吊高大大的哈。啊，多谢。莫讲多谢啦，厝边头尾你应该要紧未啦？买豆腐哦。若要甲我买豆腐，我先转来做一下生意，我较咱随来甲你看哈。哎，少爷啊，侬又去讲一讲啊？王医生，我等唔等下，无你搁坐遐创，等下。我是住喺遮，要叫去座位啊？你骗啥？你住伫遮？这厝阮大拄仔租尔，你哪有可能住伫遮啊？等，哎，等。啊！哎呀，我真是住喺遮，我去入来啦。王医生，你即摆是啊？装笑是啊？第七笑，等伊啦。这目睭啊，电脑真艰苦，是我啦。对。哦，你实在，那连你都要甲我骗来创啦！我准来骗你袂过吼，你的演技就袂出现啦。惊啦你！叫人拍甲变啊棍哦，敢若断去呢？喙怎啊搁咧摇？你看。我实在是哦。歹势啦，但我无安尼做吼，迄个周万辉就袂死心啦，袂死心，咱就无办法对他掂落来。即摆吼，伊来遮踢着铁棒，后摆绝对袂过来找麻烦啦。安尼咱有时间吼，通好来调查因啦。对啦，你安尼讲是对啦，咱吼是袂加无用的啦。毋过大啊，我咪叫人拍无讨的呢。真有啥关系？到时阵吼，连本带利吼，拢替你讨转来，吼。来讲钱死卡人两卡啦，啊钱来了了人才会紧啦。300块，我即声来去缴钱哦，会当将我所有输去啊拢总甲伊赔去啦。无够，爱加倍，搁加倍才会用的。阿母，你搁去跋筊啊？哈？无啊，哪有？啊，若无，钱位倒位来？哦这都。刚刚，你共偷摕？哎哟，按查某囝呀！你若讲这话，恁娘敢是迄款会做贼来的人哟？啊，无你是为倒位骗来的啦？毋是啦。哎，不是，我无是变啥嘛？看着鬼哦。毋是啦，我毋是咧秘来呢，我这是一种习惯嘛。我欠人个钱欠太济，拢咧秘这主，啊，同我秘甲惯死啊！我看你即摆是甲天照打哦，是敢来甲我骗？恁爸无代无志开300块去买玉兰花，搁来闹开闹打。是你家己去聊天顶走去啊，你哪会去怪我？走一个好啦，什么咧聊天顶？伊根本就是一车长。你敢无听人讲过，聊天顶是一个遗产，你帮助过真侪好人，啊你哪会输袂这种好人啦？义賊一箍5块啦，义賊，伊若是真正义賊吼，恁娘瘦甲贵公要拖去，伊哪有要来甲我斗3工啊？好啊啦，莫啰嗦啦，自己掏出来。我把摕出来哦，我把你的手斩出来哦。我袂啦，你若要叫我钱，吼，你绝对无可能，我这是要赔本的咧，我不爱互你啦。阿母啊，你莫讲即摆个七袂本我啦，你互伊啦。袂用的啦，这要赔。老早啊，你过来，死去！干嘛？
一定去出好笋哦。这款唔听老母，生出这款水当当的查某囝。老张，我甲你讲哦，今仔若唔是看到恁查某囝的面子哦，我绝对袂放你走。你若搁甲我变鬼变怪，你安怎死你家己拢唔知哦。啊，你是哪位在听啊？我拢无咧听，我即摆是心肝咧疼。我想着遐个钱叫伊抢去哦，我的心肝就一直疼起来啦。注意的哈！哎呦，较注意！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哎呦，起来！哎呦，你这个手幼绵绵，安尼白泡泡，你就袂下做查某囡仔，你做小奶奶卡，知无？免惊，这个家我是主人，我要安怎就安怎，无人敢加反对，知无？是讲嘿，这个水花爱采花回甘，像你安尼水当当放在厨房咧庆宴拍算人的面。我紧，我这回来收租倒转来，我正式宣布，甲你收起做细姨，安尼好无？你若我做细姨都免安尼做到遐艰苦，知唔知？你听话，我甲你讲这钱摕去，我无伫买水粉、买胭脂、买你喜欢的物件，知无？头家面，外面有什么钱，面真是面。哎呦，咱做人爱有原则，爱学晓安怎开钱。你若我做生意好钱你要安怎开，大你开，我绝对甲你小命命。开钱唔免惊，知唔知？安尼唔好啦。你是惊我做袂高效？也是惊美女你做你放心，来，我互你去。伊若想嫁甲三起来颠，知无？物件拢穿好啊袂？穿好势啊！传好啊，无，阮就来出发。是。美女你有要爱我甲你炸啥物件无？那厝也无欠啥，免啊。免阿某，我想讲保养的代志我要无安尼啦，回去我等来再甲你讲，先行哈。
我想吼。好，来，洗好啊。结婚了。好，谢谢。哎，我你是在看啥啊？哎，我是咧讲吼，恁兜迄只流水机开50块，买着这么几个查某囡仔，够好康的。你七早八早就起来，但你今晚无法度听我问安尼，我咧欢喜啥？你变抢我出去去吧。你上到倒去？哇哈！你刚才不是卡着呢啦？但即摆才几点尔？你若甲一个卖豆花伫遮咧偷来暗去，我今日也无甲你修理好，你知唔知气啥？无啦，大妹你啦！钱目睭看着，遐搁咧变假，我讲你死定！哈？人女目睭安尼金星城咧偷看，你看啥？唔甘愿啊！啊，无紧走啊！紧走啊！门开开，你还紧走啦！头家你，啊喏，好，讲着你，我甲你讲啊，自今日开始，我准你搁送豆腐来阮遮，有听到无？紧走！我知。紧走啦！来，豆子啊，这豆腐哦，下两袋来啦，小等下进来吃。就来这啦。好了。要食豆腐啦？好，阿当你是安怎啦？啊，困去等你咯，搁留袂回啊？我就看是啥物代志啦？是谁甲你拍工的啦？兄，啊是安怎就讲？啊，煞唔知影报告因头家娘啦。什么啊？保佑国叫苦毒心。够可怜。若搁安尼落去吼，免偌久吼，都唔成人啊啦。讲到这个查某，真正有够恶质的，唔惊死，你别过来找伊。等下，无路用啦。只要保佑定起甲一天，同款的代志嘛是发生啦。那是要安怎啦？这个保佑啊，顶世人毋知欠老母欠偌济啦，一生血哦，才卖50块尔啦，有够唔值的啦。这就是冤命啦。免个，你这么简单就认命？连记，我问你，你有想要出来做无？哎，免歹势啦，要几好假说你，爱吼就顶头啦，惊啥？啊，我是足爱啦，但是我家己能力就无够遐，得想嘛无效。你讲你是保佑的母舅哦？无唔对，我是有啥物代志？我来带保佑转去啦。但我是有听唔对无？你要带保佑啊转去？你听得真清楚，无唔对。请恁茶。保佑啊！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当咧，
看到你无久来，毋免拍招呼。哎呦，无怪伊袂认得我啦，伊根本就冇看过我了。哦，干嘛呢？无用啊，来，你老母敢无甲你讲，伊有我这个小弟弟的啊？无怪啦，自细汉哦，我来甲放荡啦，四界爬走啦。你若讲上气我，气甲安尼甲断绝关系啦。也毋过你若要笑我咧，我无时间听你讲恁兜的代志啦。有啥物话紧讲的啦，我无时间奉陪啦。哦，安尼知，这个个性哦，我上喜。我听讲恁水鸡头啊，用50块，甲阮保佑，要来去找我干，对无？我即马吼安尼啦，用100块，你去买倒转去。我袂。哎，即摆是无通互你讲你白啊，好啦，无这我钱收落来，人你带转去。无，行，好啦。啊，好啊，免搁贪啊，这个贪啊啦，来，遐济啦，遐济啦。你个新娘啊吼，真紧就倒转来。好啊，我安尼讲啊，保育也无答应要嫁我。对家己遮无信心，就较有信心的。来，小练习者，要求婚嘛爱讲一半，对不来？我甲伊当作保育，我就是你，来，小练习者哈。请你答应嫁我好无？你若是嫁我吼。我替我囝受，好好照顾你。你基本皮拢会烂花啦！你讲不晓讲啦，这讲会出来。啊，就是袂晓，唔该训练。来讲一遍听讲嘛，你甲当作报告来。看到你我就讲袂出来。我试看卖啦，你啥人我家己试看卖。照你来讲啊，共款。请你嫁我，我会好好疼惜你，我会好好照顾你。安尼会使，会去。我会好好疼惜你，我会好好照顾你。安尼会使，会去。恁当时转来？人早就转来，该听嘛拢听着，你老实。是啦，保佑，连机拢开嘴啊！啊，你意思？我来转啊，我来。你到底是要转倒啦？连机啊，你安尼要保佑转去。万一吼，因阿母孙若佫跋筊跋输，甚至佫甲保佑掠来拄笑。所以讲哦，即马上好的办法就是甲保佑啊，留在你投机的身躯边，安尼就对。句话啊，安怎？我讲人无人知啦，讲钱无钱知啦。我毋是想重钱，敢若看外表的人啊。哦，有听到无？保佑啊，安尼讲你是答应啊？我厝还有时间，我不用做主。啊，你是讲恁老母啊？哎，恁老母哦已经甲你卖掉，你管他伊是要答应啊毋答应？啊，若照讲起来哦，是阮大甲你买转来啊，只要阮大若是点头吼，代志拢好做啦。保佑，啊你的意思？弟玲啊，你无去保佑啦，伊是真友好的查某囝，恁老母若无点头，伊哪敢答应？是毋是安尼？保佑。连记袂歹嘛，某还未娶，就这样体贴，连公一定是一个听某嘴、大富贵的好翁婿。啊，你提这个豆腐，就要来甲我学阮查某囝去做某？你就知影我咧卖豆腐的，我也较无钱。无
钱，无钱也敢想要娶阮查某囝，哈！你嘛家己小可行行去照看卖咧，你是要叫阮查某囝对你一世人拢食豆腐呢？妈，我会尽我一切力量来照顾保育。我甲你讲一句较实在的啦，若是无钱吼，啥物拢免讲啦。我承认我较无钱，但是我是足伤心。好，莫搁讲啊啦！你若是要娶阮保育仔做某吼，骗金甲我传落好，要若无吼，你等去准备一世人做罗汉脚，出去！来，几地啊？两地啊！来，一地来，两地哈。来，多谢，多谢哈！我连庄再过来哈，多谢。哎，大有囝，当去讲了安怎啊？你有头改面啊？保育因老母叫我先甲骗金传落好。啥？这个狡婆啊，佮好意思开喙，一只牛啊放2领皮咧卖啊，佮要骗金，真正有敢的。咪区诶，袂当怪因老母啦，但因老母干那一个查某囝尔，当然是希望讲踮咧身躯顶加趁一寡钱。哎，大夫机啊，我毋知吼是要替你欢喜，还是替你烦恼啦。像因这种老母吼，还袂出敢钱气咧，还敢若想到钱哦，就安吱吱叫，莫讲敢若看到啦。那以后哦，你若甲保佑成亲了吼，3不五时来讨所费吼，看你到时你要安怎？嘛是只有甲斗3工啊，挨着啊，毋甲惨死。哎，是讲我好人做到底啦。我想这办法来斗3工，安怎？你要甲我斗3工？对。你是要哪甲我斗3工啦？嘿嘿，因老母毋是爱跋筊，三人自有妙计啊！嘿嘿嘿，失败啦！哎呀，定叫比钱，这些足无意思的物啊！失败啦！嘿嘿，这摆有较进步啊！哎呦，要笑死你哦！你是叫啥物风甲你吹啦？来，坐啦，来，请。啊，我今仔日吼，替投机啊来送现金。哈，送？哇，看起来敢定调咧，一定一输啦啦呢。我知，金仔对唔对？毋是啊，原来是保证。啊，逐项拢毋是，啊无是啥话，你规气讲出来啦，莫叫我安尼买放，互我话要急死。啊！从这个豆仔就要来娶阮查某囝。哎，你毋通看这几粒豆仔无点呢？这几粒豆吼，会当互你买足侪物件，互你赢足侪钱呢。啊，若别项就毋知，即款就莫甲我讲啦。我对4岁就开始伫咧录这个18豆仔啦。我从开始博到即马吼，已经才10岁啦吼，拢是输较济啦，咱赢拢足少的啦。18啦！啊！有看无？这是有影18呢。你讲哦，这几粒豆啊是加料的啦。我只有加料。你叫大，伊就大；叫细，伊就细。想要赢偌济，就赢偌济啦。真是的呢啊！我这是加什么料哪安尼厉害呀？这你莫管啦。哦，啊，毋过吼，这手法还是我练一下。啊练一下，安尼我过去拜你做师，你甲我教啦，好唔好？啊，若是佮加这块吸铁落吼，嘿，真正就天下无敌。真是的哦！哎呦，这款的好，这款的好，哎呦个！要学者。免，哎，你甲我教，我过去拜你做师好啦。啊，毋着等下讲安尼啦。啊，毋对咧，你著还袂答应讲，恁查某囝当继续练机啊无？哎呦，当然嘛答应啊！只要吼我会赢叫吼，我啥物嘛答应，拢互你做主，你若讲好就好啦。啊，你就是同意啊吼？同意，来起来。注意看哈，安尼是18啦。哦，真是18。啊，那安尼是比钱啦。哦哟，比钱都对啊。啊，安尼是1色啦。哎呦，真是1色啦！哎呦，我这下哦，
跳的啦。100天地，200个洞。郭董哦，郭董跋筊还袂回来啦。我来稍等下，稍等下。你先听听。哦，应该啦，我要先收会起啦，唔通啦，唔通。紧啊，不要紧。安尼啊？你头机啊，讲无紧啦，来。好啦，啊无啊吼，暂待一下啦吼。 200个洞。夫妻对白。少女同盟。郭雄亲啊，老的我请食豆腐啦，啊，今拢食免钱的，是对吼。啊，拢客气啦，迄豆腐吼，家己摕倒去煮啦。来，100啦！哇，真正100啦！王爷啊，我看你今日开始啊，你大概念你啦。免欢喜遐尼紧啦，迄100啊，还有1色通赢呢，这人拿1色互你看。有影无？1色啊！有看无？1色啦，通家。哪有遐奇怪？讲要大就大，要细就细，要18就18，要1色就1色。是啊。嘿，哎哟，迄叫做手气嘛，手气好啊。人讲3年一轮，好歹才轮。啊，来我吼，唔免遐尼久，我3日就轮着啊啦。因你大家拢无钱吼，安尼今仔日到这为止，莫算啊啦。我嘛无闲，阮查某囝就要结婚，我爱去做主婚人呢。无闲，我袂算啊啦吼。等。王爷啊，这是什么啊？啊，这个我知。结婚，我爱去做主婚人呢。无闲，我陪恁算啊啦吼。啊，等。王爷啊，这是什么啊？啊，这个我知。哼，这是铁皮啦！啊，王爷啊，你竟然敢跑歹脚！啊！无叫。啊，你踮咧涂骹困啊？就我眠床较细点，我若甲你困吼，我是讲你会足歹困的啦。恁即摆拢红啊无？起困啊，来啦。无要紧啦，免客气啦，我困大骹就好啦。啊，你巴肚会晓未？我来煮面来食。免啦，我袂晓啦。安尼哦，啊无，咱较早困的，吼。无叫，安尼这早就起来啦。啊，你哪无甲我叫啦？你面通水，就我床好。
哎呀，我和你讲哦，加困一时啊，都无要紧的。来，头早就煮好，来，食饭，来坐。你现在对我遮尔好啦？无着，你是我的某，我对你好是应该的，我应该疼惜你啊。你若唔通安尼，你三顿我来煮就好啊。还佫有你教我安怎做豆腐啊？哎呀，这初档工课哦，我做就好啊啦，你免甲我做啥物货啦。来，食饭，趁手，来。来，我来就好啊。来，拿叫保药啊出来。紧去叫我起呀，紧去啊！保药啊，伊已经走啊。啊？你即摆讲啥？什么走啊？啊，就因母姑来甲小倒转去啊。因母姑，吼，上遐好大胆，无我应准，啊，搁甲放走。是头家娘啦。头家娘，头家娘咧倒？伊即摆伫咧房间内底啊。伫房间？吼。你对？心情有较好啊？有啦，可以啊。你啊！哎呀，到底死老公今日哪会提早倒来啦？无你为遮，不，你为堂仔走，紧来！我先走吧。哎，这个你倒来啊？无我问你，你是安怎将保镖互带走？啊？但我是想啥物代志嘞？一入门尔你起串，原来又搁为着迄个保育。为着保镖，啊，即嘛是去倒位？哎，啊人因无故来出手就足大方的啊，一届就互我100块，我钱工收来，人怎免互带走？你哦，完全啦！嘿，我甲你趁50块呢，啊你无甲我学了，佮见面手互我看。哦，啊，到底伊即嘛人是咧倒位？哈？啊，你规庄头的人大家拢嘛知影，人伊即摆是豆腐机的某安尼。什么豆腐机的某？我要带伊做生意啦！哦，也敢将我的查某抢走，这口气我吞袂落，我绝对要我手倒转来。哎，你是对啊，毋对啊？嘿，你甲一个卖豆腐的来抢查某，这话若传出去，敢袂听进？袂听是你是捌人捌？哈？哎，我当一个水鸡头呢，我只是人爱一个查某，互人甲我抢走，我绝对无带伊做生意，袂用的啦！哼，我免记了。我要带伊做生意，莫看我欠人欠。有，我等来。头家，你袂使等去啊！得病啊！阿平，给我等来。我怀孕去啦！哦，你实在唔知好歹啊！我是为你好呢，你甲这个散鬼对一世人，哪有好啦？听给我等来。我唔惊散车，我无甲你当个骗开跑去了。够，唔知好歹，给我等来。下来！你是要带去倒啊？哈？你袂使带走。你是捌啥的？人我的是安怎袂使带走？你骗啥？我叫你保护啊，一定摕100块，互你某啊！人啊是阮的啦。 100块，敢问影证据咧倒？证据咧？100块条你某啊，这就是证据啦。嘿啊，你是要来啥证据啊？证据伫遮。100块条你某啊，这就是证据啦。嘿啊，你是要来啥证据啊？证据伫遮，就是保镖啊，甲我借钱的时阵有看无？
手印转甲明明。钱若无再条还我，人爱互压。啊，毋过我舅舅请小头家要100块啊！既然钱还啊，是安那证据还伫我遮哩。潘水记，我甲你讲哦，我有因某舅啊，是看恁家人啊，是君主呢，才无甲迄条迄手机啊收倒来。你即摆反去反倒？你毋通目睭看看，你毋通惹我，互你袂惹会知无？啊！我会当告你抢人兼压人，到时啊，你是会真正假哦。你敢？我甲试看卖咧。你要试看卖？好，这条街啊，所有店面拢我的，我随时会当将豆腐店甲关起来。来人啊，去讲店。来水记，你毋通食人教甲我讲哦。教，你要试看卖无？啊，依法当我的，啊，依你这店面拢我的，随时会当甲关起来。你讲你看啥个？啊，你若伤假小，你是毋是爱我甲你送迄路我来食免治饭，你才甘愿？就是我毋敢甲你拍呀。嘿，啥回事啊？安怎？你给我转来无？保佑，你该去啦，保佑，保佑免惨你啊！保佑，多谢你这么照顾我，啊，不过我袂害你害大家。我带，保佑，保佑啊！我带你倒来。保佑，好，安尼照乖。保佑，阿基，敢放开！阿基，保佑，保佑！老妹，无啊，你是搁来带我倒来要创啊？啊，我带伊倒转来，爱经过你的同意哦。啊，好，你趁我出外去收租，甲送倒出去，这条小无甲你算，你搁甲你大细声。哎，你若要伫查某囡仔吼，凊彩买拢有啦，谁人一定爱伊啊？送讲查某囡仔，我要带伊做细姨啦。你要带伊做细姨？安怎？我带伊做细姨，就要互你欢喜着。啊，隔壁庄迄个阿舍3000、4000，我带一个算啥？你讲倒转来，你一只脚带都无甲我生，我无甲你离言，就足大条啊啦。无你是准备啥？要我做条船？啊？好啊，要带细姨，你嘛爱小见识。伊是一个嫁过人的人呢，袂输豆菜底咧，你即摆你搁甲带入门，唔惊人爱笑是无？你免咧6月挂彩加有心啦，带豆菜底是我的代志啦。阿叫啊，哎，后壁迄间空房去拼拼后清去。我跟你讲，以后爱好好伺候保佑啊，知无？是。阿舅，我家己来啦。袂要紧啦，头家有交代过，爱我好啊，甲你伺候啊。唔免啦，你无用你个啦。安尼敢好？你马上就是恁奶奶，你千万唔通客气啊！我看会出头家伊足介意你的，你应该欢喜较对啊。阿舅，我想要家己安静一下，你是袂当小出去。好啦，无我莫甲你搅了，啊若无你若有啥物代志，你才搁甲我话一声。这个叫我无做衫，互保佑我穿，一定真好看。保佑啊，开门哦，是我啦。保佑啊，保佑。